在地上大条来看，进前因为欠卵的问题，咱国内农民是拢真拍拼咧饲卵鸡，而且今年禽流感的疫情是控制了袂歹，结果即马煞变妊卵的库存伤济问题。就算顶个月宣布鸡卵俗3块，饲草也是无较好。卵商工会宣布，即礼拜卵未起价，大尾价小一斤是49块，也若产地一斤是39块半。不过有可能到清明的时阵，鸡卵大尾价小就会落到40块以下。来到这个下晡市啊，发现买卵的人甲进前卵无够、无卵通买的时阵来比较，来买的人减少袂少。民众买卵，无过一粒一粒拣，你是一摆就买一盒。民众讲这种卵确实有较俗，东西也是都高涨不下，所以一般消费者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。价钱的话会下修的话，那一定是更好啊。当然越便宜啊，但是要新鲜啊。那民众感觉鸡卵落价啊，买卵的人也有感觉，卵价不过出现真大波动，价平稳济啊。选举完了以后，批发价涨2次，再来就平稳了，就没有再涨。我们卖的人没差，你降下来，我跟着降啊。婆婆妈妈可能也比较舍得花。前2年过来，因为欠卵的问题，各地饲鸡人一直赶紧饲。今年鸡卵的产量增加袂少，加上饲鸡场疫情控制得袂歹，就过来每天供应的鸡卵数量每天就12万箱。不过过年了后，鸡卵较少人买，加上真侪业者拄着过年期间休市，囤货鸡卵也卖完，互你这个卖卵的业者压力也不哩大。卵商工会宣布，这礼拜卵价未起价，批发价每大斤49块，产地价小每大斤39块半。今年的蛋产量很多啊，不会缺蛋了。蛋的话好卖，当然就会涨价，对不对？蛋不好卖的话，就会跌价，这是很正常的市场的那个销售情形为做这个蛋价的决定了。有卵商有估饲苗买起原也无好，传出鸡卵批发价有可能落到40块以下。农业部讲产地有减产来控制销量，应该是袂出现大落价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